伫咧新地关西山区有一间囤真济材料的废弃木材厂呢，这个月18号回收，也因为这地点是正压贴，已经连续烧12天了，一直到今仔日才甲火拍互花。这大火所引起的空气污染，有上百名当地民众也去到县政府头前抗议。上百位关西镇民来到新北县政府捡布条，顶头是写“生活清气家园”。抗议当地已经连续烧12天的废弃木材厂所造成的污染，要求县长互因交代。我们都不知道可以到的地方啊，我们都不知道那边可以烧啊，搞了整个山沟啊。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我该向谁去陈述？政府是不是该有一个更好的机制，让我们小老百姓有一个窗口？这间专门处理废弃木材的工厂。第这个月18就火烧，虽然派出大量的消防人员透明拍火，经过4天时间才控制火势，而且现场嘛是继续翕烧到30早起，总算把火拍花去。另外，民众阁反映讲，常常有人在当地偷倒废弃物，造成水源污染。我一定会来全力的来防止，让这些天清楚会不会有注重物资往关西镇来到。只要我们的同团结、同心来防止他们来到关西镇，是我们的责任。环保局指出，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，行为人若是企业，会当罚10万到500万块。目前等咧厘清行为人的身份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